雙方喺防守戰術方面咧，嗰個即係運用咧就有少少嘅區別。嗱，硬淨好多啊！嗰邊係盡量係以抽出去為主嘅。11-16。田興同埋趙雲雷兩位今年都將要滿25歲啊！當然亦都係包括于洋啊！三位都係1986年出世嘅。嗱，明顯啊，咁啊，于洋同埋黃曉玲嘅防守咧，抽出嚟係嘅次數係比較多啲嘅。因為佢哋喺呢方面咧，就佢哋覺得係佔優，但係剛才嗰球波咧，由於對方咧就唔發力咧，就于洋發力咧，就反而俾田興封到網。都係挑波。哎呀，好可惜啊！順風嘅情況之下，呢一球波亦都係挑失咗啦。有可能今日決賽日人多，呢個冷氣咧亦都係開落大咗。即係同意咧，有陣時人多咗咧，就氣溫上升啦，再加上可能濕度亦都提高咗啦。因為通常呢啲咁嘅即係揀波咧，就一般都係觀眾，我諗都未嚟齊咧，就已經係總裁判長咧，就已經係揀定嗰啲今日嘅用波嘅速度。咁就隨住嗰個觀眾嘅增加咧，就可能即係個波咧就會快咗啲嘅。挑當中咧就配合一啲嘅抽波啊，因為佢哋都好清楚自己咧喺力量方面係佔優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哋亦都會好大膽咁樣係運用呢啲咁嘅抽擋嘅戰術。哇！硬係真係唔能夠係連冠啊，攞多個3分啊！田興同埋趙雲雷呢一邊。即係心理上都有少少障礙啊！每一次開俾于洋咧，就梗係綁手綁腳。好追身啊！呢一板波諗住想話過渡嘅時間又打失咗啦。稍為個波出啲波平個頭咧，就俾前邊嗰啲就掃咗落嚟嘅。但係其實佢哋唔需要太過即係緊張啊！咁啊，其實挑波當中配合一啲嘅停波、打短波、擋網咧，其實反而仲好啊！取局分啊 ，game point 好啦，俾黃曉玲搶到網。第一局嘅分數叫做都拉得幾開啊，21-13啊，即係用咗14分鐘嘅時間啦，就俾于洋黃曉玲啊，賽事嘅2號種子先贏一局。睇下稍後田興佢哋可唔可以係追翻上嚟啦？休息一陣。日日都開 show， 發個靚妝就梗啦。如果想再型啲，點算好呢？揾幫手，黃頁 YP Search 幫到手。即刻登入 yp.com.hk， 即入按公司類別搜尋14個大行業嘅分類，即刻睇晒邊個類別至幫到你手。去美容院做多啲 facial， 個妝貼面啲，個樣咪 sharp 啲咯。咦，揾緊髮型屋 set 翻個頭先，睇全清晰，黃頁 YP Search 幫到手。好啦，見到啦，今日呢一場嘅亞洲羽毛球錦標賽女雙嘅決賽，始終有兩隊都係自己人啊，所以咧就冇教練臨場指導嘅。領先一局咧就係背對鏡頭着住白色衫呢一隊嘅組合啊，于洋同埋黃曉玲。好啦，而家第二局開始啦，于洋嘅發球。感覺
想咧，好似趙雲雷佢哋呢一局咧，就係節奏快咗，想話搶喎，搶攻多啲啊！我諗就即係嗱，剛才呢板波咧，佢哋係出啲波咧，就係冇好似第一個咁啊，就一味淨係挑波。呢球波就嘗試咧就變化抽出去嘅，咁結果亦都係成功攞到一分。即係確實佢哋喺第一局咧嘅喺防守方面咧就太過保守啊，即係變咗係冇機會咧係打反擊啊！即係除咗剛才我講間唔中應該要停下波，咁啊甚至乎有陣時當對方位置唔係幾好嘅時候咧，都可以嘗試抽下波嘅。即係否則嘅話咧，咁樣即係一路守落去咧，就搞手就必失，咁啊就反而咧就影響自己嘅防守嘅士氣。嗱，而家多咗啲抽波啊！哇，衝得好快，田興中防到，哎呀！見到趙雲雷都救咗2板必死嘅波㗎啦，但係冇辦法，波仍然係出得較為短嘅情況之下，第3板呢一板波咧就係追住田興嚟到進攻啊！呢邊嘅功力真係好厲害啊！咁啊，通常啊殺得2、3板啊，力量就係會越嚟越細嘅咁，但係黃曉理真係殺板咧就係板板有力啊！係佢啲體能絕對冇問題嘅。嗱，應該要間唔中都要反擊一下啦。哎呀，又係田興啊！好啦，嗱呢段時間咧就佢哋好多時係以抽波為主啊。咁其實即係有陣時可以變化一下，咁啊即係間唔中停，間唔中抽，以挑配合呢兩個技術。相信佢哋嗰個防守咧就會比較立體啊！即係如果夾硬咁樣對抽嘅話咧，就當於讓佢哋掌握到節奏咧，就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好嘅防守戰術。好啦，呢一度真係都需要同田興傾啊，趙雲雷呢個階段啊，感覺上咧話田興就係比較薄弱少少啊，咁啊分都係失喺佢嘅身上。亦都引到于洋出現一個失誤啦。嗱，果然佢哋調整咗個節奏啊！因為剛才殺完之後咧，于洋咧就衝咗上去，點知咧就趙雲雷咧就揈一個對角嘅高球，咁啊因此亦都令到于洋咧就失位咧就係打底線出界。咁所以有時如果喺防守方面咧，你可以打得比較立體啲咧，就對方咧就冇咁容易咧就可以做到連貫。靚波，嗱呢球波就做得唔好啦，真係中咗招啊！咁啊，于洋呢球波咧係輕輕點落去，真係打得好正。嗱就唔係話全力啊，咁但係咧就趙雲雷咧就反而就發力啦。咁如果剛才係于洋係重殺落去咧，可能個節奏就會掌握得好啦。咁但係于洋真係好有經驗啊！4比3，冇辦法啦，咁啊板手呢一板波承認啊，趙雲雷咪出咗一個半場波。嗱，始終白色衫呢邊都係比較有經驗，尤其是于洋喺後邊嗰時候咧，就通常佢兩邊執漏咧就執得好快嘅。咁所以咧就我諗剛才藍衫嘅左右喺防守方面攞到少少甜頭啦，就冇忘記都要保持翻呢個挑兩邊底線嘅呢個防守打法。係啊，緊出界，好可惜啊！好啦，呢一度咧亦都係逐漸將分數拉開咗啦，連攞咗3分啊！于洋同埋黃曉理佢哋6比3領先。開波呢一度係出現一個失誤啊，稍微短咗少少。
波啊！咁喺咁嘅即係情況底下咧，就4-6波嘅時候咧，你出硬波咧，就即係基本上係好難勝出嘅。係。就除非係6-4波，你抽波咧就即係仲有着數。咁所以佢哋喺呢方面嘅判斷咧，就一定要好清楚啊！哇！好啦，呢一個階段感覺上咧就係有少少散散地啊，田興同埋趙雲雷，咁啊真係要集中翻啦。因為呢段時間咧就連失咁多分啦，原本係2-0領先啊，咁但係突然間咧就連失咁多分，就最主要咧，我覺得佢哋嘅節奏咧就太快啊！咁有陣時即係如果佢係可以喺節奏方面控制會好啲嘅話咧，我相信以佢哋嘅防守能力咧就即係並唔係話即係咁容易俾白衫嘅組合打穿。嗱，個節奏太快啊！係。咁呢邊咧就啱晒啦，因為呢邊就係打呢種咁嘅快速硬淨嘅打法，尤其是黃曉理啊，咁啊即係佢係唔驚呢啲波嘅。係。咁啊再加上于洋喺節奏方面嘅控制咧，就可以話係非常之成熟。嗯。佢係懂得幾時係發力，幾時係擋網就壓上去，咁變咗咧就前半場咧就俾佢哋攞晒啦。呢個階段係真係相當之薄弱㗎，咁啊完全係抵擋唔住于洋、黃曉理佢哋嘅攻勢啊，咁啊已經係分數拉開到11-4啦。不過真係打得好精啊！咁啊于洋好多時大部分時間咧同個波都係喺直線嘅，佢盡可能咧就保護呢個黃曉理。係。咁所以對方咧想攻黃曉理亦都有個難度，好似剛才連續挑咗3板都係于洋挑咗直線，咁結果趙雲雷想夾硬就攻落去即係黃曉理嗰度，咁結果反而俾黃曉理正手一個反抽咧就得。